一個偉大嘅國家，光係為生命增添歲月係不夠嘅，我哋嘅目標必須同時係為歲月增添生命。John F. Kennedy 在呢個星球上生命演化史上有史以來第一次，一個物種已經發展出編輯自身基因組 genome 嘅能力，呢賦予咗帶來美妙益處嘅潛力。Walter Isaacson 代碼破解者第一部分，健康壽命嘅時代第一章，兩位病人嘅故事，認識一下我嘅病人 Ella 女士。佢係一位98歲嘅老人家，一生從未受過嚴重疾病折磨。佢嘅家庭科醫生將佢轉介俾我，以評估佢嘅心臟狀況，因為佢嘅雙腿出現浮腫、積水腫、edema。我哋第一次在診所相見時，我注意到冇家人陪同，於是詢問佢係如何抵達醫療中心嘅。佢係自己開車來嘅。我很快就對這位精力充沛、非常健康嘅女士有了更多了解。佢獨居，擁有廣泛嘅社交圈，也享受獨處。佢非凡嘅健康壽命 health span 並唔係佢家人所共享嘅特質。佢嘅母親在59歲去世，父親在64歲，兩位兄弟分別在43歲同75歲離世。3年前，佢嘅丈夫在97歲時過世。丈夫生前也相當健康，有着相似嘅健康壽命特質，與佢父母兄弟形成鮮明對比。佢嘅父母兄弟都患有慢性疾病 chronic diseases， 比佢早數10年去世。丈夫去世後 ，Ella 女士陷入抑鬱，體重下降了30磅。佢對油畫和1000塊拼圖等愛好失去興趣，但佢繼續每周同8位女性朋友打牌和玩 Rummikub。其中一位朋友建議佢由住了幾十年嘅舊居搬到一個長者公寓。這次搬遷為佢帶來了藝術家、新朋友以及更廣泛嘅社交網絡。這一切令佢重新回到舊日嘅自己，完全恢復了對獲獎油畫創作嘅熱情，也重拾了拼圖嘅樂趣。我見到嘅係一位滿懷樂觀、陽光燦爛、笑聲朗朗嘅女士。這次會診需要確定佢雙腿水腫嘅原因。雖然佢冇高血壓 （high blood pressure） 病史，但我用智能手機超聲心動圖 （echocardiogram） 發現佢嘅心臟有增厚，而且心臟肌肉功能已遠超正常範圍。佢嘅射血分數 （ejection fraction） 即主抽泵腔每次搏動所擠出嘅血液比例，出乎意料地高。我診斷為老年性肥厚型心肌病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of the elderly）。巧合嘅係，呢個正係我當年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描述過嘅一種病症。佢嘅心臟已變得僵硬，難以放鬆。呢個就係引起雙腿水腫嘅原因，而治療方法相當直接。雙腿水腫消退後，佢一直保持冇症狀嘅狀態。Ella 女士係健康老化嘅典範。佢係少數能夠擺脫所有常見年齡相關疾病 （age-related diseases） 嘅罕見個體。展現出一種令大多數人對人類老化過程嘅期望都大感意外嘅韌性。佢非凡嘅健康壽命同長壽，以及佢丈夫亦然，似乎同遺傳基因無關。醫學科學家唔明白其原因，但根據我哋對老化生物學嘅認識同排除法，佢哋會得出結論：呢係隨機嘅 stochastic， 係一種幸運嘅偶然。相比之下，讓我簡單介紹另一位已跟蹤超過30年，現在同樣98歲嘅病人。R.P. 先生在62歲接受冠狀動脈搭橋手術 （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 後，於75歲時出現心絞痛 （angina）。當時我在佢其中一條橋接血管上置入2枚支架 （stents）， 因為這些血管已因動脈粥樣硬化 （atherosclerosis） 堆積而出現阻塞，限制了血液流動。其後佢出現對藥物有抵抗性嘅快速性心房顫動 （atrial fibrillation）， 並先後接受2次消融術 （ablation procedures） 以維持正常心率 （heart rhythm）。多年後，佢做了肩部置換手術，術後出現輕微心肌梗塞 （heart attack）。96歲時，佢因 Covid 肺炎住院，儘管住院期間相當漫長，但並無發展為呼吸衰竭，最終完全康復。P 先生代表着現代醫學嘅勝利。佢患有嚴重嘅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血管疾病 （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但通過多次恢復心臟供血及積極嘅2級預防治療，一切安好。佢體現咗我哋在年齡相關疾病方面所取得嘅醫學進步。令人振奮嘅係，我哋現在能夠在高風險人群中提前數十年更準確地預測心臟疾病及其他主要老化相關疾病，並實現1級預防 （primary prevention） 或者至少大幅推遲疾病嘅出現。醫生無法承諾能夠逆轉或阻止老化本身，但我哋可以承諾，我哋生命嘅下半場可以比我哋嘅先輩健康得多。正是由於本書中我所強調嘅5個維度嘅驚人進步，我哋將在未來更普遍地看到這種健康壽命延伸。5個維度1，生活方式家 lifestyle 家，讓我解釋一下。我哋早已知道生活方式因素、飲食、運動同睡眠在健康壽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這種認識已大大擴展到我所稱之為生活方式家 lifestyle 家嘅維度，因為它現在包含了廣義上嘅環境暴露、置身大自然戶外、污染、健康嘅社會決定因素，包括孤獨感、體力活動嘅具體方式，包括力量訓練，以及精準飲食，包括限時進食，都係生活方式家嘅組成部分。細節藏着魔鬼，這句老話在此特別貼切。2. 細胞，我哋對身體中近37萬億個細胞嘅最新了解，提供了一系列全新嘅見解。每周都有研究人員發表新成果，涉及分子測序，確定數十萬至數百萬個單細胞嘅遺傳物質。我哋唔僅了解它們跨越時間與空間嘅運作方式，還了解如何操控和重建它們。這改變了一切。T 細胞 T cells 可以從我哋體內取出，並經過基因工程改造，大幅增強我哋對癌症嘅免疫反應 immune response， 或者相反地，抑制一種自我攻擊嘅免疫反應。我哋正在通過在人體內部轉化免疫細胞，令這個過程變得更快、更便宜、更簡單。我哋可以取用另一物種嘅器官，比如說一顆心臟，編輯引發免疫反應嘅基因，從而潛在地解決人類捐贈器官短缺嘅問題。我哋可以將一個人嘅白血球轉化為幹細胞 stem cells， 然後製造出能夠產生胰島素 insulin 嘅胰臟細胞。我哋甚至可以在培養皿中將細胞培育成跳動嘅多腔室嘅心臟，甚至係大腦。這些類器官 organoids 可以預演一個人嘅大腦將如何回應癌症或神經系統疾病 neurological conditions 嘅治療。3. 組學 omics， 在我哋嘅細胞同身體組織內存在着許多層次嘅生物信息，這些信息被統稱為組學 omics。這個術語源於對我哋基因組 genome 由30億個 DNA 字母組成嘅研究。其他主要層次包括我哋嘅 RNA 蛋白質、表觀遺傳學 epigenetics 即基因組嘅打包方式，以及微生物組 microbiome。這一套豐富嘅生物數據合而為一，對界定我哋作為個體嘅獨特性至關重要，並為個人化醫學奠定基礎。組學科學嘅進步令人矚目。通過對我哋 DNA 嘅測序，我哋可以識別出常見和罕見嘅基因變異 gene variants， 從而了解遠超家族病史嘅重大疾病風險。在血液嘅血漿部分中檢測腫瘤 tumor DNA， 即所謂嘅液體活檢 liquid biopsy， 可以實現癌症嘅早期診斷和治療。異常嘅蛋白質或 RNA 可以預示神經退行性疾病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嘅開始，或指癇前症 preeclampsia 嘅最早跡象。我哋血漿中的一組蛋白質可以告訴我哋每個器官嘅老化時鐘 aging clock。腸道微生物組 gut microbiome 正在忙着向我哋嘅大腦發送信號，並塑造我哋嘅免疫反應。4. 人工智能 AI， 人工智能 AI 正開始在預防年齡相關疾病中扮演關鍵角色。我哋看到跨越所有維度，它如何能夠精確確定一個人對特定病症嘅風險，並提供可行嘅步驟和互動式輔導。多模態 AI 整合了多層數據、電子健康記錄、化驗結果、影像、組學、污染暴露、健康嘅社會決定因素以及最新嘅醫學知識，以建立個人醫療預測。虛擬醫療教練作為初級疾病預防嘅概念，已係幾十年來嘅夢想。
雖然仍未完全成為現實。不過 ，OpenAI 同 Thrive Global 嘅聯合項目 Thrive AI Health 或許正走在實現這個夢想嘅道路上。5. 藥物與疫苗新藥物和疫苗正在被迅速開發，因為我哋現在可以預測超過2億種蛋白質嘅原子形狀。你可能對生成式 AI 容易出現幻覺嘅特性很熟悉，但當你利用這個缺陷兼特性去發現自然界中不存在，或許能滿足醫學上巨大未滿足需求嘅新蛋白質時，這便係一件好事。你猜 Ozempic 同 Wegovy 係從何而來？ AI 並非憑空創造出這些人造 peptides， 佢哋嘅發現係基於在我哋血液中低濃度循環的天然。這些以及其他 GLP-1 glucagon-like peptide 1而高血糖素樣負1藥物已大大超越預期，不僅用於治療肥胖症 obesity 和糖尿病 diabetes， 更改善咗心肌梗塞、中風 stroke、心臟衰竭 heart failure、肝臟和腎臟疾病嘅預後，而且還有更多嘅潛力待發掘。為 COVID 疫苗開發嘅新技術，現正成功應用於廣泛嘅疾病，包括心血管和癌症。我哋現在擁有將免疫療法 immunotherapy 對抗癌症提升到新水平嘅藥物，結合高度靶向化療 chemotherapy 以避免有害副作用 side effects， 增強我哋免疫反應以對抗癌症嘅疫苗 vaccines 正在興起。另一方面，阻斷自身免疫疾病 autoimmune diseases 中免疫系統嘅疫苗亦然。在失敗了幾十年之後，我哋首次看到用於神經退行性疾病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嘅藥物。如下面嘅圖表所示，5個維度互相影響。